复次阿难，分合18界，本如来藏，妙真如性。阿难，如你所明，眼色为缘，生于眼色，此色为福，因眼所生，以眼为界，因色所生，以色为界。阿难，若因眼生，既无色空，无可分别，纵有离色，欲将何用？你见又分青黄赤白，无所标示，将何入界？若因色生，空无色时，离色应灭，分合色知是空，是虚空性。若色变时，你亦色其色相千变，你色不肯界将何入？将变即变，界相即无，不变即行。既将色生，应不色知虚空所在。若减二种，眼色共生，合则中离，离则融合，体性杂乱，分合成界。是故当知眼色为缘，成眼色界，三处都无。即眼以色及色界三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阿难，由你所明，念声为缘，生于念色，此色为福，因念所生。此色为福，因缘所生，以缘为界，因声所生，以声为界。阿难，若因缘生动静离相，既不现前，今不成智，必无所知，知尚无成，色何形貌？若处念门，无动经过，门无所成，分合现行，杂色触定，名为色界，即现色界。复将随入，若生于声，色因声有，即不关门，无门即亡，声相所在。色将声生，虚声因门，离有声相。门应门色，不门非界。门即动声，门即动声，色以闭门，谁知门色？若无知者，将如草木，不应声门杂成中界。界无中位，即内外相，复将何成？是故当知念声为缘，成念色界，三处都无。即念于声及声界三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阿难，由你所明，鼻香为缘，生于鼻色，此色为福，因鼻所生，
以鼻为界，音香离声，以香为界。阿难，若因鼻声，即你心中，以何为鼻？为处肉形，上了之上；为处受之动摇之性。若处肉形，肉即乃身，身之即触，明身非鼻，明身非鼻，明触即尘，鼻上无明，分合入界。若处受之，由你心中，以何为之？以肉为之，即肉之之，原触非鼻；以空为之，空即自之。肉应非觉，如是即应虚空实理。理身非之，今日阿难，应无所在。以香为之，知自属香。何有以理？若香臭气，必生你鼻，即鼻香臭，二种流气，不生依然。你但断木，离物不来，你自受鼻为香为臭，臭者非香。香者非臭，若香臭离故灵门者，即你一灵，应有离鼻。对我闻道，有离阿难，虽为你体，若鼻是一，香臭无离，臭既为香，香复生臭，理性不有，界将随立。若因芳生，色因香有，如眼有见，不能观眼。因香有故，应不知香。知即非声，不知非色。香非知有，香界不成。色不知香，音界即非将香建立。既无中间，不成内外。彼诸文性，毕竟虚空，是故当知。鼻香为言，生鼻色界，三处都无。即鼻以香，及香界三。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阿难，由你所明，邪味为缘，生于邪色，此色为福，因邪所生，因智所生。以智为界，以邪为界。因味所生，以味为界。阿难，若因邪生，若因智生，即自世间甘草、乌梅、黄连、椒盐、色心、姜、桂、豆腐、有味，你自常知，为甜为苦。若邪成苦，随来常苦。邪不自常，色为知觉。邪自性非苦，味自不生，分合入界。若因味生，色自为味，同于邪根，应不自常，分合色。知是味非味，有一切味非
一物生，味记道生，色应道体，色体若一，体必味生。咸正甘辛和合俱生，诸变异相，同为一味。应无分别，分别既无，则不明色。分合复明，自味色界。不应虚空，生理心色。邪味和合，即伊是中原无自性。分合界生，是故当知，自味为言，生知色界，生邪色界，三处都无。即邪以味，即邪界三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阿难，由你所明，心触为缘，生于心识，此色为福，是因心所生，以心为界，因触所生，以触为界。阿难，若因心生，若因心生，必无合理觉观言。心和所识，若因触生，必无离心。谁有非心，知合理者？阿难，物不触知，心知有触，知心即触，知触即心，即触非心，即心非触。心触离相，原无处所。合心即为心自体性，离心即是虚空定相，内外不成，中分合立，中不复立，内外成空，即离色身，将随立界。是故当知，心触为缘，生心色界，三处都无。即心已触，即心界三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阿难，由你所明，以法为缘，生于意识，此识为福，因意所生，以意为界。因法所生，以法为界。阿难，若因意生，以你意中，必有所思，发明你意。若无正法，意无所生，你言无形，色将何用？由你色心，以诸数量，兼了别性，为同为异，同异即异，分合所生，异义不同，应无所识。若无所识，分合异生；若有所识，分合色异。为同以异，离性无成，界分合立。若因法生世间诸法，不离我尘，理观色法，依诸声法、香法、味法，及以触法，上中分明，以对我见，非以所立。拟色决定，以发生，今理地观，法法合众，欲离色空，动静通达，
合理生灭，月处诸相，将无所得。生即色空，诸法定生；灭即色空，诸法定灭。所因既无，因生有色。作何形象？相状不有，盖云何生？是故当知，以法为言，生以色界，三处都无。即以法，即以界三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阿难，别佛言：世尊，如来常说和合因缘，一切世间种种变化，皆因四大和合发明。云何如来因缘涅然？离故百宾，我今不知。事义所属，为对爱民，开示众生，中道了义，无戏论法。尔时世尊告阿难言：你先严离声闻缘觉，自小乘法，发心勤求无上菩提。故我今时为你开示第一义谛。如何复将世间戏论？妄想因缘，你自定了。你虽多闻，如说有灵，真有现前，不能分别。如来说为真可灵敏，你今谛听，我当为你分别开示。亦令当来修大圣者，通达实相。阿难默然，成佛性智。阿难，如你所言，四大和合，发明世间种种变化。阿难，若比大乘体非和合，即不能移诸大集合。犹如虚空不可自色，若可合者，当以变化。时将相成，生灭相似，生死时生，生生时死。如旋火轮，未有休息。阿难，如水成冰，冰还成水。你观地，初为大地，色为微尘，智能虚尘，色比极微色边界相，七分所成，见虚临虚，即是空性。阿难，若处临虚，色成虚空，当知虚空。出生色相，如今问言，又何合故？出生世界自变化相，而且观处一临虚尘，用机虚空和合而成，不应临虚，合成灵虚，又灵虚尘，色入空者，用即色空相，用即色相合成虚空。若色合时，合色非空；若空合时，合空非色。色
有可惜，空魂合合。你原不知如来藏中，成色真空，成空真色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。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，顺业发现，世间无知，迄为因缘，急自然性，皆是色心，分别计度，但有言说，都无实义。阿难，慧性无我，假以自言，理观城中，迷失自家。欲摧残时，手着用水，日前求火。阿难，名合合者，如我以理，1250 BQ， 金为一种，种水为一，结其根本，各个有心，皆有所生，色足名利，如舍利弗、婆罗门种，犹如频如迦叶婆种，乃至阿难，枯檀种性。阿难，欲处慧性，因合合有，比手执镜，以日求火。此火为从镜中离出，为从爱出，为于日来。阿难，若日来者，自能受你手中之爱，自能受你手中之爱，来处林木，皆用受魂。若镜中出，则能以镜，出连以外，镜何不良？有你手着，尚无劣相，分何容判？若生于外，何照日镜光明相接？然后火星，你又地观，镜因手着，日从天来，外本地生，火从何方游历一处？日镜相远，非何会合？不应火光，无从自有。你又不知如来藏中，成火真空，成空真火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。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。阿难，当知世人，一处即镜，一处火星，遍法界集。无按世间起，起遍世间，另有方所，顺业发现。世间无知，迄为因缘，急自然性，皆是色心，分别计度，但有言说，都无实义。阿难，水性不定，流色无形，如色罗城，迦毗罗仙，及迦罗仙，及波特摩、摩诃多等诸大幻师，九大阴精用和幻药，是诸师等以白为咒，手着红珠，成月中酒，取水为服，从珠中出。
空中自有，唯将未来。阿难，欲将未来上灵远方灵珠出水，所经林木皆用土流，流即可待风珠所出，不流不劳，名水非常越降。欲将珠出，即处处中相应流水，好待中宵成碧月昼。欲将空生空性无变，水动无际，将临白天皆当脱逆，分合复有水陆空行，历经地关。我为将天摄，自因手持，成珠水盘，本人敷下，水将何方流注一处？月珠上远，非合非合，不应水晶，无将自有，日上不敌，如来藏中，成水真空。成空真水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。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，一处即珠，一处水出。遍法界集，满法界性，成满世间，另有方所。顺业发现，世间无地，迄为因缘。急自然性，皆是色心，分别计度，分别计度，但有言说，都无实义。阿难，方性无体，动静不详，日常正义立于大众，正启离各动及邦人，即有微风佛。彼人面，此风为复出家三角，发于虚空，生彼人面。阿难，此风若复出家世角，日乃彼风，其意非摇，应离立体，五金说法会中对伊，你看我意，风何所在？不应移动，有种皇帝；欲生虚空，立意不动，因何无佛？何因无佛？空性相助，风应相生。若无风时，虚空动灭，灭风可见，灭空何踪？若有生灭，不明虚空，名为虚空，分何风出？若风自生，彼佛之面，将彼面生，当以佛理，自理正义，分何道佛？离心地观，正义在理，民俗必人，虚空即然，不暂流动，风自随风鼓动来处，风空性格，非合非合，不应风性，无常自有，离愿不知。如来藏中，成空真空，成空真空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。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。阿难，如你一人未动，复伊又未放出，遍法界佛万土生周遍世间，另有方所，顺业发现，
世间无知，或为因缘，急自然性，皆是色心，分别计多，但有言说，都无实义。阿难，空性无形，因色显法，如色如城，契合要处？自插二章及婆罗门，比舍修陀兼婆罗对，但陀罗等深入安基，骨井求水，出土一笑，于中即有一笑虚空。如是乃至出土一中，中间还得一中虚空。虚空千千，随出多少？此空为动，因土所出，因造所有，无因自生。阿难，若复此空无因自生，唯造土情，何不无碍？唯见大地，何无通达？若因土出，即土出时，应见空立；若土生出，无空立者，云何虚空因土而出？若无出入，即应空土原无二因。无义即动，即土出时，空何不出？若因造出，即造出空，应非出土，不应造出。造自出土，云何见空？触自出土，云何见空？念经心地，地心地观，触将人手，随风运转，土因地移，如是虚空，因何所出？触空虚实，不相为用，非合非合，不应虚空，无常自出。若处虚空，成缘周遍，本不动摇，动知现前，地水火风，君明五大，成真圆融，皆如来藏，本无生灭。阿难，你心分别，不悟四大，原如来藏，洞观虚空，为出为入，为非出入，你全不知如来藏中，性觉真空，性空真觉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虽众生心，不应所知量。阿难，如一境空，空生一境，十方虚空，亦复如是。圆满十方，另有方所，顺业发现，世间无知，或为因缘，及自然性，皆是色心，分别计多，但有言说，都无实义。阿难，见觉无知，因色空有。如你今者在其道林，雕明色分，色机中消，白月即光，乌月变暗，即明暗顶，因见分析，此见为复以明暗相，并太虚空，为同一体，为非一体，或
同为同，合义非义。阿难，此见若复以明以暗，急以虚空，原一体者，即明以暗，二体相亡。暗时无明，明时无暗。若以暗一，明即见亡。必一以明，暗时同灭，灭即分合。见明见暗，若明暗事，见无生灭，一分合成。若此见证以暗以明，非一体者，你离明暗，急于虚空，分析见缘，足可形象。离明离暗，急离虚空，是见圆同，故无透觉。明暗虚空，三事故异，从何立见明暗相悖？分合合同，离三缘无；分合合异，分空分见。本无评判，分合非同，见暗见明，成非见解，分合非义。逆见色心微细色常，色地色观，明将太阳，暗随乌月，通属虚空，永归大地。用归大地，如是见证，因何所出？见觉空缘，非合非合，不应见证。无常自出，略见闻知，成缘周遍，本不动摇。动知无变，不动虚空，变其动摇，地水火风，金明六代，成真圆融，皆如来藏。本无生灭。阿难，你成沉沦，不悟你自见闻觉知，本如来藏。你当观此见闻觉知，为生为灭，为同为异，为非生灭，为非同异。你暂不知如来藏中，成见觉明，觉证明见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。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，如一见根，见周法界。听受想触觉，触觉知，妙德应然，遍周法界，圆满实。是灵有方所，顺业发现，世间无知，迄为因缘及自然性，皆是色心分别计度，但有言说，都无实义。阿难，色性无缘，因以六种根尘妄出。历经遍观此会性中，用目顺力，其目就是，但如镜中，无别分析。你适宜中此地标志，此是文殊，此富罗那，此目犍连，此须菩提，此舍利弗。此食了知，为生已见，为生已相，为生虚空，为无所因，突然而出。阿难，若你色性
生于见中，如无明暗，急于色空。四种必无，原无立见，见性尚无。从何发色？若你色性生于相中，不从见性，既不见明，亦不见暗。明暗不属，即无色空。彼上尚无，色从何发？若生于空，非常非见，非见无变，自不能知。明暗色空，非常灭言，见闻各地，无处安立。处处离非，空即动无，有非动物。众法理识，欲可分别。若无所因，突然而出，何不立中？别色明伪，历经世常，微细相心，见脱离境，相推真境，可纵成有，不相成无。如是色言，因何所出？色当境定，非合非合。闻听各地，亦复如是。不应色缘，无从自出。若出色心，本无所从。当知了别见闻各地，圆满暂然，成非常所。兼避虚空，地水回风。君明七代，成真圆融，皆如来藏，本无生灭。阿难，你心错乎？不悟见闻，发明了知，本如来藏。你应观处六处色心，为同为异，为空为有，为非同异，为非空有。你原不知如来藏中，成色明知，各明真实，妙觉湛然，遍周法界，含吐十虚，灵有方所，顺业发现。世间无知，或为因缘，及自然性，皆是色心，分别计多，但有言说，多无实义。你是阿难，及诸大众，蒙佛如来微妙开示，心心动然，得无挂碍。是诸大众个个自知，心遍十方，见十方空。如观手中所持业物，一切世间诸所有物，皆即菩提妙明圆心，心经遍圆，含理十方，幻观佛妙，所生之心，游彼十方，虚空之中，随一微尘，六准六忘，如占其海，流一浮乌，其灭无穷，了然自知，黑本妙心，常住不灭，礼佛合众，得未暂有。以如来情，遂记赞佛，记赞发言，妙赞总持不动尊。修灵验王世稀有，小我一劫颠倒想，不力正奇迄发心。愿今得果成宝王，反道如是行三障。
将此亲心放定策，实则名为报佛运。复请世尊为证明，五毒恶世世成立，如意众生未成佛，将不以此处泥还。十方十力大慈悲，虚经深度未适合，令我查定无上觉。以十方界做坐道场，心力道成可消亡，xuất家罗心无动转。妙赞众起，不动尊，修量严王，世修，小我有减，无颠倒相，不了正机，求花心，愿今得果，相报。还多如是，行沙中，将此深心放定策，是则名为报佛运。复请世尊为证明，我着恶世成立，如因众生未成佛，将不以处泥还。十方大力大慈悲，虚教
令我早定无相交，一心空界，最拄着心中多想，可笑梦，所教罗心。无多。